中华台语文创意园区举办台语歌唱班，邀请中国老师教民众用合唱团的方式唱台语歌。这学员唔但学到无同款的唱歌技巧，阁会当消透压力，趣味来学台语。 学生在老师的指挥做伙合唱，这是台语文创意园区举办的台语歌唱班。学员分组负责无同的声部，用合唱团的方式练习。参加的学员表示，唱歌唔来当消透压力，可以当学台语，趣味有意义。唱歌的时阵较少咧唱台语歌，若咧唱的足侪字，咱若拢唔知台语安怎讲，直接就会用学习到安尼。即届我来参加即个咱的台语语音的歌唱班。 我会感觉讲，原来咱的台语嘛是遮尔水。唱歌对身体有帮助呐，吼，所以大家唱啊真快乐。关怀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周清玉表示，基金会推广台语歌唱班已经10多年了，因为发现大家拢真介意唱歌，所以用歌来推广语言，反应袂歹。上重要就是希望咱家己本土的语言会当顾掉咧，吼，会当去发展。其实大家拢知影，台语其实是真水，佮足有感情。用歌来推动是一种大家足欢喜，嘛真好接受，嘛会当发挥上大的效果的。周清玉表示，推动合唱团这几年来，去袂少乡镇公演过，合唱团嘛愈少愈侪人。基金会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同齐来唱歌，用台语交流小放伴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